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。上礼拜我们看的高雄太林埔的迁村难题，下礼拜将头许多人投影关心信义乡神木村的迁村案例。2009年莫拉克风灾带来黑蒙岛屿引起的土石流，使到神木村变作重灾区，将青山渡的四十年本人放入危险区域，按照迁村的难题路开始的。最里面靠天永久部的基地先提南投市加动力，只系有2位所隔的68公里安亚内，会派国土所长前个工厂，以保118户神木村的村民有为安全的生活。不过，许多的平地都市尚唔地安用的落实，各部将要多转去山当耕种。安基屯农业对于人来讲，非常系一好无两好哦。都近9年呢，问题还是归难解决。客家电视主南投记者李凤琪对神木村和个神木社区有长期的观察，一般人能谈论伊的采访，透过伊再过来看神木村。一两年嚟从快铁啦，漳州和模式都就过唔得啦，落太水基本人都过唔得，有没有自行哦？水铁太向冲啊，铁太以下都从快铁，都冇路啊。神木村只系行顺的路，本太水大败，过唔得漳州高的，也反反复复的情景。客家电视台主南投记者李凤琪感觉去评述，对9年前莫拉克风灾，信义乡神木村被大多变重灾区，见讨论爱迁村某太太细细说明非抗先微数再微数，李凤琪就有去做新闻。入去做喺神木村的道路吼，第摆看你台湾的工人啥，当地的干工抢修当中，第摆还有风铁桥，各位渐渐的所在做喺神木国小。记者去遐坐行的所在呢，做喺信义乡神木村的山当的道路吼，唔过人家看得到的抢的后巴大的路，唔过确确实实係一条路。爸爸风灾发生到近已经渐渐的延半的时间，唔过神木乡第摆北乡地到近行的行业行大的道路。9年来，李凤琪作为题目180条神木村的新闻，详详细细都存在后西藏的一个过程记录下来。什么国民学校顺地方8、9、10、11、4年迄咩讲安全做了单元的所在，故作对只创会议开始，俺就开始停电的。看因太一家就讲，家董事他家就心小，故作开始让有讲讨论讲要迁村，迁村了后要拓所在。拓土地的时间，其实其实就遇到非常大的问题。对神木村本村开始寻无所在，过来寻到火沙，这个所在台太唔行，台太起码所在就讲，我就去对面寻同富村的3排梯，他家又拓到3排梯2地梯，该太该发当好的所在。问题是。其他的菜地的居民唔行，佢讲几有人票梯，咱我一梯梯当法无人票，台太讲这是原出名的主营地，佢就唔行。前面一地又一地梯唔行了后，正向外发展，寻到水里行，寻到10，寻到民间，正背面寻到南投市。天面永久屋先提八卦山山脚下的南投市家动力，2020年神木村有118户人家晒到也来后，成立神木社区开始过新生活。神木村的北公喺流浪的几下年过后，竟然仍然种种喺神木社区，有嚟固定的蔬菜和古神，屯居民乡下经过按多摆在南的北公，顺势安错，安尼神木社区的民族就行过有话本。要讲什么先来拜神木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王江鹏改神木家门，几下年来心肝跳度调瓜等的事情，还係唔啲安用的解決。
神木村前村冇做到理财不理村、理村不理用嘅原则，村民虽然有获好大嘅，不过一次该难题采体迁到头路来落实。虽然来带半年人，但是就按揭嘅所在已经完成，但是农业嘅部分因为呢片冇产业，都居民必须讲个转去山东做本来嘅行业。 啊，除係要考慮投保，也係講要防財，因為千3萬講個就到出來麼，跳做一下些，都啱做得做架程度些，按係講盡講要做些冇做些，眼來回一趟要錢就係加半年，可能仍然都全冇嘅加半年，啊，所以呢就最麻煩係所在。 建議鄉嘅神木村同南投市神木沙區隔嘅68公里安遠，開發高大數集千人工廠。喺關內上，鄉嘅亞洲村民對平庸蔬菜嘅天時環境亞洲關唔關？喺山東港茶葉中強採購至亞洲，醫生人強調的卡條比喺山東人，後來平庸蔬菜會前以紅條路來做，實在困難。像那種就上等貨，廠不出，中文県平常時提山東港茶葉，熱田秋中地位強採購至63世紀嘅開啟一擔就是能摘嘅內瓜味，看起來從事作用嘅安強鬆。人類雖然過去，不過對從事就提山東紅茶葉嘅唔係乜嘅難事。看見腳門按揭兩下班就囤下條內瓜味嚟到火茶空氣，盡體舒服。啲事務沙期出安尼啦，有種年紀去我輩冇法度潛條路啊，買啊轉來就港中啊，也去南投一套點空中，係一年都點空中係。行康業地位陳良夫限體托馬多研度，話呢高祖八拉咧限體無限，係因為基地加上有地理環境嘅好條件，開發高熱田高量，總藝出品質佔到有好價嘅農作物。前面我挑做人嘅來望就乜同乜東西啦，啊個標配掉啦，挑做唔好，差唔多5點人出嚟做到咧嚇，係咪種樹哦？窗藝咧年紀唔好，喺水務部嚟講唔好，其實唔好，咩要前好一條路咩冇啦。中文県陳良夫已經使到山下嘅神木沙企業，俾到嘅村分時限體個部長愛攰到此時提嘅太爺三排提空，做一定做管理嘅農事。有人唔好，希望幫我哋帶嚟講，但是唔好錢好啦，我唔好，我哋唔好，你喺年紀唔好，唔上世唔好，水務部唔好，即係啊冇人冇地啦，啊前條路就唔好，咩冇錢啦，啊個部長唔好，等於啲南頭，再來咧事務下鄉60公里，啊出去南頭要60公里，來去唔好差8公里，咩去更先辛苦啦。而咪講一條450歲條山東東站。唔過老本人講65歲要退休，唔過你上去山東講65歲對山東動力大病，但是人家條40歲下來所剩下嘅時間，佢點佢冇功夫，佢冇工作經驗，佢大工廠做嘅機器包裝人，佢就喊唔得，冇出條，故所廠家機費是一條最太嚴重嘅問題。長期等安呢，限體攰到山東港中嘅神木沙區居民唔係少部分，有800萬多。嘅時節使到南投市唔係冇上過安用嘅來落市，縣政府是提供10公頃嘅地，本50戶人家來耕種，只唔過也條地乃拉本路，本到位2分地，仲有好舒適來講，未改難有16行人。目前還冇人穿得起啦，攏納稅錢啦，啊，佢又有限種作物啊，係，唔係講特種通過做得種係。啊，目前啲個種港種嘅冇人穿得起啦，攏多了錢啦。啊，最主要就係講山東嘅環境、地理、開發農合呢長期嘅生存啲嘅項用，所以講啲啲項做唔係慣，台糖土地如果要計24種農作物做唔得起作，啊，所以講限制經驗。一下也塊地由本政府主導轉去，南投縣政府按上我來成立幫來產業園區，16.59公頃的園區為有食品加工廠、觀光工廠，按上2021年完工，當年的產值大概有26億元，為有1000的就業機會，希望神木沙區居民做得財體就業。
第一次的招商里面，我们14块产业的用地，我们已经12块土地已经有厂商来购置了，这个都是深加工的。凤梨、百香果那些产业，目前已经都到位了，所以未来这一块用地应该是非常顺利，甚至于在产值方面可以提高非常多。那以目前12块土地，我们那个整个出售结果已经18亿多了，那也占了87%左右的比例哈。县政府特别要求厂商要优先提供3%的创业机会，抢什么啥企业。那都是年纪大一点的，年轻的可能接受新的专业以后，有些都改变他的职业了，职业别了，所以这一部分应该以目前他们整个人口来讲，这3%还是绰绰有余，甚至于增加出来的不计在这个3%之内。但是我60岁還要檢測壓力嘅時陣，就要用捱嘛。我65歲還要檢測壓力，就會用捱嘛。呢種係最大嘅問題。要喺我基本捱喺條價，我可能咩會考慮30歲嘅後生人做事要實要強，但係60、70歲嘅人可能要做事就較慢一些咧，反應較慢一些咧，還會用捱嘛。呢就係同態嘅門號啦。什麼啥企業來到平陽蔬菜美食上外價格比關，一旦正式小辦，簽出佢哋能夠嘅農產加工品，係研發客家風味菜，推出櫃頭嘅雜高質行程，想要用小旅行嘅方式來帶動xã區。佢打算嘅係客頭嘅人下後擔到平通進加倍，用無人來接，將傳統xã區歸來嚟拍攝嘅幼童化3無人行道。xã區啊，迄語言面啲產業嚟吼，xã區都小個較強壯。有人年紀。係啊。拜拜在後為10年呢，神木村民雖然有安全的蔬菜和故事，我講到神發行前面來路嘅大問題下體困難剃頭，長期關心神木村議題嘅地方機構，其實佢感覺佢唔盼得。可能只按當然，其實我感覺講非常嘅唔盼得，就講一條鄉親。冇出力就做唔得，一山黨就會無正面當危險，愛出力就要做嚟做事，一兩難嘅情形之下，本來看到嘅就講，其實佢哋該無奈何啦，佢哋唔點樣辦啊？一發現安泰在開，政府希望佢哋出力，佢哋因為講又冇安全，出力了後衍生出來眾多嘅問題嘅時間，佢哋唔點樣辦解決啦？畢竟百姓最冇權利嘅一群。人哋農民點樣辦咯？佢就同政府講，同政府做，佢做得按嚟聽啊。李鳳建議政府應該對準需求來輔導，比如提產控生產、產下加工，建立新舊家園嘅共同經濟體，能係長久嘅辦法。嗱，你咪講政府應該思考嘅，比起工廠本地條行下河嘅盤子個輔導佢哋條，利用在地產業山當做山下做串聯，按呢時間吼。農民生產者佢冇可能買到便宜嘅東西，但是xã區嘅居民佢做得有啲工作機會，還做得出價賣，又賺到錢。這種機制嘅建立起來，未來還有可能有其他蔬菜做得到套用嘅時間，我感覺講係一個最大嘅機會。在南過後，總條細這位重建家園愛時間，經濟生態圈要咩唔係幾時半刻就從錯位出來嘅。只唔過現陣現在個不將下山來嘅神木村民，都見閒體味道愛春節後返來時，一家幾跳爬蹉蹉，也名就講前村有暗時機，都見9年人嘅按到見面閒體丟丟滴滴，該無奈何。